经济部水利署第5河川局。在嘉义市清水路123号。如果集水溪河畔的田地要开发，要去嘉义哦。嘉义经济部水利署第5河川局，嘉义市清水路123号。没有电话，用电子信箱可以联络，可以开发集水溪河畔的田地，租金很便宜。有关立法委员黄昭顺，是立法委员黄昭顺函准台南市新园区济安公所为了举办迎接游王公仪式即举行庆典，申借集水溪河川工地，临近建内路 A 提报就在那个双营桥的西边，是台糖文车的铁道桥，在西边有一座比较低矮的水泥桥，就在那个桥的东北边，集水溪畔那边举办迎接游王公为新礼，俗称请水活动仪式。河边有花山之石干山，有黑金石钟。会请申请单位庆典完成后，将现地要清理，并恢复原状。本局同意使用该场地废材，并且依照依下列说明办理，请查照。依据立法委员黄昭顺台南市服务处105年9月21日挂号105议会制第0009号函办。这可能跟蔡英文宋议员有关系，有帮忙。本局同意济安公管委会于105年11月1日起至105年11月10日间择取1日自会办理杂草清除。有看到有那个挖土机去那边清理场地，我本来以为是开发土地要种田，原来是跟这个迎接游王公的活动有关系的。并于2005年11月13号、14日举行庆典活动，今天是11月14日。晚上子时11点以后还要恭送游王公回家。神教正统还是要到那集水溪畔，有迎接一大清早4点多就出来5点多就可以了。晚上10点半出发，11点就要恭送游王公回家。神教正统都会到集水溪河畔。本案除了办理指接活动外，不得违反水利法等相关规定，及不得涉及改变河川形态及之相关行为，并请济安公管委会负责维护管理及做好安全设施，如造成他人之损害，应负责赔偿。办理庆典结束后，应恢复原状及减负办理庆典前、中、后照片到本局核对。经济部水利署第5河川局，原来保有那个民俗活动跟水有关系的请水活动，迎接游王公的活动，新迎济安公，农历10月15日的活动的相关照片。原来政府机关也会有民间的宗教活动的照片。正本济安公，副本立法委员黄昭顺，台南市服务处就在实践场那边，台南市县议员蔡议会服务处，真的蔡议会也有帮忙。
申请人在活动期间要自行雇佣保全人员或自主纠察队，负责秩序及交通维持工作，并使用范围树立明显警示标志。夜间同时要置放警示灯。活动结束后，申请人要自行清理垃圾。会议规定，及时清理者由环境保护局及各区公所依废弃物清理法告发。对道路使用范围内设置花木及各项设施不得毁损。花木各项设施不得毁损，并禁止设置固定的路障。违反者申请人应负消散及损害赔偿责任。晚上10点起到翌日上午7点止，禁止燃放鞭炮、炮竹、烟火及其他足以制造巨大声响之物品。重点的是国清军、日本汤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台南市新营区公所、警分局、林志派出所、行政局、交通局、前务指挥中心。这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营分局书函的，都是针对使用道路举办庙会绕境活动使用道路的申请，同意使用范围新营区的绕境路线，道路路肩不含交叉路口10公尺内。同意使用起计时间至105年11月14日4时后，早上4点到105年11月15日到15日2点。你看这个就是跟要恭送由王公带天行座回家，还是要神教正统，还是要到雨水溪畔那边呢？到晚上10时，神教10点半就出发了。跟这个活动中山不得违反征集使用道路旅游，并遵循及注意下列事项：一、申请人于活动期间应对活动行为及安全负全责，不得使用制造噪音及致妨碍他人生活安宁之相关设备。二、也有下列情形之一则会停止使用许可外，并立即停止其使用。一、为违和并规定范围临时使用道路；二、为了维持现场人员车辆等秩序，且有影响公共安全、环境卫生及破坏公物，并劝导改善而不清楚。第五，停止使用道路遇到天灾空袭、意外事件就停止使用道路，抵触其他法令规定。依其他相关法令规定范围，就要停止使用道路；从事烤肉活动就要被立即停止使用道路。从事商业营利行为不可以申请那个道路来活动结果从事商业营利行为的话，就会被马上立即停止使用道路的权利。这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营分局规定，晚上10点到早上7点止不可以放鞭炮。